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到树林教会来甲大家分享。上时也代表新德圣经学院来向大家请安。学院里即几冬有一个转变，就是真做咱信徒也是咱教会一个灵修会造就的中心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咱台湾的学校哪来哪济，囡仔哪生哪少。所以，圣经学院面对学生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因开始有这个转变，嘛是因为社会的变动，学校需要安尼转变。望这个转变对于学校、对于教会，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开始。因为确实，咱需要有一个灵修、一个造就的中心来帮助咱，不管是咱教会，还是咱的兄弟。会当伫遐重新得到快乐。伫台东的庄脚牧会，相信大家对我所来的所在真兴奋。总是这两冬，大家对这个所在哪来哪注意，就是台东的太麻里。以前这个所在，大家感觉真远，也是讲真遥远。总是这两冬，因为风台的原因。去年的莫拉克风台北北水灾，造成了真大的灾害，大概大水淹了300多架的这个田园。而太麻里大概这个农民拢是种植起较侪，所以造成了真侪的这个损失。无拍算今年9月19日，这个风台番那比伊原为南台湾。带来真大的这个大水，伫这个南回公路太麻里南回公路的这个铁路边，这个铁路流失去大概70米左右所以一冬两冬开始，真侪人真注意这个偏远的所在的一个状况。大家无意料，这个水它会遮尔大这个土石流加上这个漂流的这个沙块所带来溃烂。改变这个乡土的这个地形甲地貌，虽然真艰苦，虽然拄着风台、拄着大水，有侪的烦恼，总是过了几啊天，当我出去的时，看到日头出来，看到大家咧清扫。旧年的时，大水退去，大家开始重新来清理、来整理家园的时，好像亲像人。对迷茫中，也是讲伫困眠中，重新醒起来共款。伫真青蓝的这个天色的下面，来认真、重新来建立新的开始的生活。所以，伫咱的岛屿，伫咱的环境，甚至伫咱的教会，拢有无共款的变动。伫咱的学院、圣经学院，嘛有安尼的转变。面对咱无共款的转变。咱要怎样抓到上帝的应允？这确实是咱需要来思考的。望今仔日的信息会当帮助咱，请咱搁一摆三更额头来祈祷。求来主上帝，你安慰阮，你怜悯阮，互阮伫你的殿院内面会当真心领受你属天的福分，互阮伫你的内面会当领受你所赐活命的快乐。愿你的神甲你的话，做工伫阮每一个兄弟的心上，互阮每一摆亲近你，阮的心就重新得到建立，重新得到帮助，互阮会当出去来成做你福音的光，也成做活命的快乐，来传讲主你的信息。愿你帮助阮，祈祷靠主圣名，阿门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常常看见的。就是咱环境而且变动，有可能是风台，有可能是地动，是大水，也是灾害所带来的损失。但是咱嘛看见，人对灾害中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快乐甲愿望。常常咱嘛看见人爱面对死失的痛苦，总是咱嘛看见。人面对婴仔出世的这个欢喜，
面对死实，面对困难，面对磨练，好像亲像大水同款，淹了咱的自信、咱的习惯，也是咱的所有。伫这个时阵，咱往往才愿意认真来思考人生的意义甲价值。除了名利富贵，除了金钱权势，除了享受生活，到底人一生伫追求啥物？我想咱拢有到病院的经验，不管咱是去看病，还是去看病人，咱到伫病院的时，咱知影迄个所在是病人得到医治，还是收养的一个所在。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咱看见有痛苦，有挣扎，有可能会当对病痛中重新勇行起来，得到健康。总是嘛有可能，迄个所在是性命的路尾站。病院是病人身体得到好的一个所在，嘛是婴仔出世真欢喜的一个所在。所以，伫迄个所在有痛苦、有挣扎、有毋甘、有欢喜，总是做的一个境况，伫即个病院内底，拢互咱看见，是一个活命的转变，是活命的消失，总是嘛是活命的一个开始。好像真像是病人重新勇行起来的所在，嘛是婴仔出世一个新的所在，人生的第一站。教会敢有互人得到活命？教会的功能敢有亲像病院同款，医治人的心，互人受伤得到好的一个所在，是伫主的安慰甲主的听内底得到安息的所在。遐是医生真认真看病，病人真欢喜领受医治的一个所在。遐是简单是收挂号费、趁健保费、真趁钱的一个所在，大病院。伫死实甲活命的这个关键，咱属主的囝儿，咱军队耶稣基督的基督徒，咱要怎样看待咱的外在甲咱的内在？咱知影讲，咱现代人，咱的环境真注重装潢，真注重广告，真注重业务甲外在，才会互咱看见，会当感受到的事物。总是咱做基督徒，咱敢有注重咱内在本质的提升，甲咱本质的换新嘛？咱教会兄弟需要用听甲关怀，互相来劝勉，互相照射。好像亲像伫人的活命内底，甲人三角来面对痛苦，甲人三角同齐来面对死实的关系，总是嘛甲咱的兄弟同齐来面对活命的欢喜，面对追求上帝互咱的愿望。所以，阮无睿智，阮的外体虽然败坏，但是阮的内心日日换新。人生亲像啥物？兄弟敢有人知无？你感觉人生亲像啥？我出来的问咱大家一下。你觉得人生像是什么？你感觉人生亲像啥物？啊？哦，有兄弟讲，人生亲像一个戏剧，一场戏，还有啥物？人生亲像啥？大家拢无啥反应。哦，人生亲像一场梦，一个眠梦，梦醒拢是空。还有啥物？人生亲像啥物？诗人拢讲人生亲像啥物？作诗的人，诗人都说人生像什么？人生亲像日时透早时日光出来迄个
落水吼，人生譬如朝露吼，佫有啥物？会当做一个譬如啊，人生亲像啥？大家拢无啥要讲，是咱的人生真无意思吼，还是伤济啊，想拢无。咱有感觉，大家兄这真好吼，人生亲像迷茫，亲像戏剧。有当时啊，咱会譬如讲，人生亲像啥？亲像道路嘛吼，亲像一段路。人生有可能嘛有人譬如讲，亲像一班车吼。大家有无共款的譬如？科学家看去，人生可能亲像即个钟摆吼，前腿安尼拱到落尾就停啊吼。人生到底亲像啥物？老师坐火车吼，对台东起来坐真久吼，大概台东火车到遮，如果是自强号，嘛爱6点外钟吼；如果是济公号，爱大概8点钟、7、8点钟。如果人生亲像车帮共款，会怎样？安尼我来想一下吼，人生亲像一个车帮，人伫其中无情愿吼，领着即个火车站的即个人生的车票。有的人领着慢车的，怎样？哇，会当加一寡时间去欣赏吼，这窗仔外日出落雨乌阴好天吼。总是有的人领到的是自强号吼，哇，连小站都无爱停吼，直接怎样？直接心判变然后西欧娜娜。连买一个铁路便当，伫车顶好好食一个的机会都无，这敢是人生？如果人生安尼遮无奈时，我看大家拢无想要坐即班车吼。人生就是遮尔多变动，也是讲遮尔多无共款的条件。有的人爱搭飞机，感觉飞机真紧。总是有当时咧问伊讲，你较意爱搭啥物交通工具吼？伊可能甲你讲吼，我较爱骑脚踏车，但是我的环境、我的工作吼，都互我拢无法度好好骑一个脚踏车，一定拢爱坐飞机吼。骑脚踏车想讲，哇，如果会当